咱人的龙骨是控制规身躯的活动，不过根据统计，龙骨受伤的朋友是愈来愈少年。为着让社会更加了解龙骨受伤的人，因会面对着的困难，有社福团体是邀请朋友分享因的生命故事，嘛招大家人一个人一句话，鼓励这寡龙骨受伤的朋友坐轮椅勇敢行出来。王子，你要移动啊！你不要原地不动啊！坐伫轮椅顶头拍羽毛球，对国手吴光秋来讲，是经过几啊冬的训练才累积起来的成果。12岁时，因为开刀伤到龙骨的神经，从此以后，伊的人生拢爱甲轮椅绑做伙。不过，伊讲羽毛球互伊的人生有远望。那我很开心，是我能够就是从兴趣到现在就是变成一个竞技的选手，然后代表台湾能够去参加各个国际赛的赛事。我想让人家知道，我们其实很有能力，甚至比别人做得更好。根据即份社会福利基金会统计，台湾龙骨受伤的朋友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，其中有72.1%的朋友原底是厝内主要的经济来源，受伤了后无法度继续做原本的工课，所以大部分拢是倚靠政府补助加民间团体的帮忙。这回因举办挺勇敢 We Go Together 记者会，就是希望社会会当加关心这的朋友。所以我们事实上很希望说，社会大众真的是了解脊椎损伤，因为了解，所以会给予更多的协助跟支持，也因为支持，所以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勇敢的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的挑战。挺勇敢 We Go Together 邀请民众一人一句话，支持这龙骨受伤的朋友行出来，陪伴因伫12月初10迄一天，为台北市政府出发，用轮椅行出1公里的希望。记者麦尚英、陈宝罗台北报道。